富强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齐聚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给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的，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烦恼。”谢谢耶稣，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说你留下的平安不像这个世界上所能给我们的。即使在这个中元节外面都在拜拜的这样的，在世人眼中看为不平安的月份，耶稣你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是那不能动摇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这位神的时候，神你的光就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成为坚固我们的那个磐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是光，他是世界上的光，他照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任何的黑暗。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主日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单单注视耶稣基督。谢谢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你舍命挽回了我们的全所有，我们没有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是要保留不给你的。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更多的来得着你，更多的来与你连结。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信心的歌声来宣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哈利路亚！主你四面环绕我。
亲爱的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唯一所有，更是我们唯一的渴望。我们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你走入我的生命，更深的来对耶稣唱。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耶稣，你是我心中唯一的渴慕。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
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荣耀尊贵、全能都一切都归给你，是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创造的主。你在宝座上，我们要出声赞美，要歌颂，要感恩，也要从你得到满满的恩典跟力量。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充满神的荣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在这个天君荣耀敬拜的当中，每一个人经历到神同在的喜乐、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产生美好的祝福跟力量。我们要这个敬拜是一切都归给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祈念新的诫命，来明白神的教训。我们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借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我们也为我们的敬拜团还有同工，要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好，谢谢他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林清长老。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读2段的经节，第一段是箴言第18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第二段经文是民数记14章第6节到第9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这2名探子悲伤地撕裂了衣服，对人民说：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上主喜爱我们，他会领我们到那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献诗，今天圣歌队要献唱的诗歌是《平安的7月夜》，我们也邀请吴大伟老师用2胡和我们一起来赞美。献诗结束后，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言语力量翻转人生”。
隔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秋声的音时，上帝想赐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平安七月夜。在这个特别是农历7月，我们唱这首诗歌特别得到美好的祝福哈。我们也谢谢大伟老师还有泽荣夫妇美好的独唱啊。我们再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谢谢。虽然我们年轻一辈对于这个所谓的农历7月大概比较没有什么那种恐惧的概念了哈，
但是其实台湾这个社会对于7月那个鬼神的这个畏惧还是非常的强。希望借由这个平安7月月，带给我们一个平安跟喜乐那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主是你平安7月，好不好？来，给隔壁祝福一下。好，这个平安7月是从神来的掌管掌权我们也谢谢圣歌队那2堂的服侍了等一下他们会先离开，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圣歌队会先离席，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迎接农历的7月。虽然台湾的民俗对这个7月有很多无法去这个理解或是去解释的恐惧，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由黑暗的世界所掌管。也因为如此，我们更看重神不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而是这个黑暗掌权的，我们要求神亲自来掌管。属灵的世界，第4度空间，就是神奇妙掌管的世界。也让我们借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能够更明确、更明白，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我们明白言语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大概有常常参加聚会的都了解，牧师过去这半年多来一直用4个主题来分享，就从神而来的而且生命的能力。那我们陆续每一个主题都讲了2、3至3、4次今天我们要一起讲来带来恩典的系列。带来恩典的系列是言语力量翻转人生。那等一下我们的经文会再复习我们要看到说这一个言语力量翻转人生到底是从哪一个根据？我们人的一生一天大概开口讲的话太多了。有人做一个统计了听说男生讲的话大概是女生的这个少了很多倍。听说女生讲的话一天讲的话比较多了男生是省外一哥就讲的很少。但是不论讲的多或讲的少，请记得语言会带来力量。那这个不只是一种分析，而是因为从信仰、从圣经、从属灵的世界所看到的。我们要分享这个主题：上帝用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的，从创世纪。那这个源头的根据跟基础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的活在这个3度空间就立体的世界，看得见的物质、物品、动物、生物、植物、水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3度空间。但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敏锐的是有一个第4度空间，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呢，它不受物质、空间跟时间的限制支配。换句话说，在一个另外的世界，我们看不见，有人会跟你吐槽，会跟你指责，但是基督徒这一点要非常的确认，因为第4度空间是神所掌管的，人无法去支配。但是神如果他同意，我们就会在当中看见神的力量。属灵世界的4样要素，就是这几个月当中牧师所陆续分享的，有思想、有信心、有梦想跟语言言语。那这4个东西看起来都是抽象的，对不对？但是它能够支配由时间、空间、物质所构成的3度空间。或者说，这4个要素，它会影响你这个平常每一天接触的世界。什么样的概念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执行呢？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实行在地上成就的原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我要造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都是神他用他的话语，话语不是空幻的话，而是他带有权柄、带有力量、有办法成就的。那从这个主题出发，我们知道言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很谨慎的、很清楚的去明白他的教导，那我们就会在言语的上面得到一个更多神的赏赐跟祝福。
因为我们知道思想、信心、梦想跟言语，它彼此之间分不开啦，都是关联的哈，会互相影响，很难分说谁进谁后，但是它是互相关联，所以也必须影响。所以我们的思想、信心、梦想在神的里面，如果他发出语言，因为思想、信心跟梦想都在脑中，对不对？只有语言是从嘴巴出来的，所以你想什么会讲出来，你信心是什么，你会讲出信心的话语，你有什么梦想，你会讲出你的未来的盼望。就像约瑟他做了那么多的梦，那你因为有这3种要素会形成你的语言的结构，你是充满积极肯定呢，或是创意无限的语言呢，还是一种消极或是排斥或是萎缩的话，都是根据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才说这样的部分让我们非常谨慎去面对它。我们都知道上帝用言语来创造这个世界，使无变有，因为只有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在他的话语里面充满创造的大能。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一下，你要做一个椅子，你要做一个家具，你没有木材，你没有工具，你怎么做？他是神，他是超越这个人的能力，因为这个是第4的空间的能力。第4空间显现出他能够借由上帝的话语，他能够创造这个属世的世界，我们看得见的世界，而且造得非常的美妙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各样的可能性，各样的万物花草植物还有动物。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很慎重地看见这个言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多大的影响。犹太人呢，他们第一优先当然是希伯来圣经，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还有新约啦。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叫做希伯来圣经，就是旧约。除了这个旧约以外，他们最看重的有点像我们华人的四书五经一样，非常看重的一部经典叫做塔木德。塔木德在台湾也出了好多的版本哈，有人是把它摘要的，有人专门来做怎么做生意啦、赚钱的哈。反正这个塔木德在犹太人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上就是非常使用的，常使用，而且他们演说话语充满了智慧的话语，有点像那个所罗门王的智慧的箴言或是传道书一样。那这个经典塔木德曾经讲过一段有关语言的话，非常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警醒哈。他怎么说呢？语言的威力是什么？他说，言语虽然没有手，却能做手所做的事。没有手，但是做手所做的事。不能杀人，但是甚至超越杀人的限制，因为他手只能杀死周围的人，你手所及的，你的剑、你的刀，但是言语会杀死远方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很喜欢看侦探片，对不对哈？当那个总部的指令一下来说，开始动刀了，那远方的那个间谍或是那个杀手就杀下去了。那语言的力量竟然是那么的大。他还说，言语如同剑一样，但是却比剑更厉害，因为剑还可以用手或是武器来挡，但是言语所发的骇人想象却是无处可藏。这是塔木德他们在提醒我们言语所带来的威力。好的是造就人，不好的甚至杀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在读第一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教导。箴言18章21节，他指出了言语具有左右我们人生强大的威力。我们再读一下，复习这一句话，甚至把它背起来好，预备来，生死在泉下。好，神呢借由这个话语提醒我们，生死他不是讲普通的事生跟死是在舌头的泉下。那你喜爱它的意思是说，你用它好的是往好的方面讲，如果不好的，你要
要领受它的果子啊，不好的果子。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哈，哇，反正这个话语的事情，我们常常听到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也听到说，有某些政治人物，因为他这个随便开口一句话就下台了。那语言还包括你这个人的身份所带来影响力是何等多大。当然，我们一般在家庭或是我们生活学校的教导说，你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也就是话不要随便乱讲。但是我们怎么样找到那个语言的正面的、积极的、造就的、创造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所要学习的。而且呢，科学家也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了哈。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言语的强大威力不止在圣经中提到，甚至在科学的领域中也提出有关言语创造力的这个理论，在我们的大脑有关。我们台湾呢，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我当然我不是全部都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位洪南教授他专门研究这个部分脑跟语言之间的关系啦。那这个是一个科普，不是牧师是专家。我说看到这个报道很有趣哦。他说我们的大脑呢，看脑干可以分成较古老的部分，就是说旧的部分，还有一个新的部分。那这个不是对跟错，好跟不好，它是在分两个区域啦哈。他说脑干跟旧脑这个区域会与生俱来了，你出生就有了，就是说控制你的呼吸、心跳、消化这些无意识的动作。我们人不会说我要呼吸才呼吸嘛，你也不会说我现在赶快肠里面东西赶快消化，晚上可以吃大餐。当然有一些外表的动作可能会帮助你呼吸更顺畅啦胃肠消化更好，但是通常这些都是由旧脑自己控制，你不用花费心血，因为如果你每一个事情都要你控制的话，那你会累得不得了。你光忙这个就忙不完了所以说这些要靠意识来下命令，如果都要靠意识来下命令，你就会忙得不得了，会非常辛苦了。所以科学家做这样的分析说，大脑有古老跟新进的部分它是一个区隔。他说脑科里面常常有所谓的旧脑，有的人把它称作是脑干边缘系统就是我们旧有的基础，我们生命的本能。但是另外一个是新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新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大脑的皮质前额叶这些皮质，它会吸收新的东西，它会做改变，它会做判断，它会做思考，它会做归纳，它会做理解，它会做决定。那问题在这边，旧脑我们都知道它自我控制，但是新脑呢，在负责思考、判断、语言推理、创意。那些功能呢，这两个当中有什么关联呢？他说新脑控制高层次的思想、决定、判断跟有意义的行为。这两个虽然执行不同的牵连，但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自律神经为主的旧脑，它虽然自己独立操控，但是它会接受新脑的指挥。新脑要它这样做，它会慢慢朝向新脑所要的方向而传达。所以新脑会分析客观的事实跟事件，再把信息传给旧脑，所以旧脑就会跟着这些信息来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遇到一个地方，刚好在沙漠没有水，那新脑会跟旧脑说：“你忍耐一下，现在没有水所以要稍微吃苦一点，因为要等有个地方才有水可以喝。”我们冬天到了，新脑会告诉旧脑说：“我们身体要怎么样保护，才不会让身体着凉了。”反正就是新脑会做一些指挥的动作。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很惊讶的事，就是说，旧脑它不会对客观的事反应，但是新脑传达什么信息，它会配合。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所谓科学的一个普遍的知识啦，看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强调信仰？信仰这件事情确实会改变你，因为这是心脑所传达、所领受神来的恩典、智慧跟言语，所以在信仰分享当中看到说，原来科学它就这样子跟你解释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改变？为什么我们说在主里面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难道是空口说白话吗？是因为神给你的这样的指令，让你的行为改变了，让你的懒散的坏习惯改变了，让你常常消极这个没有自信改变了。对，因为有第四度空间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确认，就是不管环境多么暗淡我们手抓不住、眼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确据，因为在主耶稣里面给我们一个确信。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第四度空间正面积极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我要认真的做，要做就会得成功，我要试试看。这个可能任何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因为在主里面，耶稣给你这样的信心跟力量，你就好像新脑会传达给旧脑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已经受洗了，我一个新生命了，我要改变我自己。那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旧脑就不会因为外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不是很有机会的环境，但是他会接受这个积极的信号，你会动起来了，你会勇敢起来了，你会有信心起来了，你会看到困难好像没有很明确的明天，但是你勇敢去做。所以旧脑是人的本能，你我大家都一样，但是新脑会改变这个旧脑，所产生一个美好的一个改变跟进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受积极肯定的信号的旧脑会分泌出当你新脑给他指令，他会分泌出心情好或是感觉很舒服这种好的荷尔蒙。所以我们才说有人忧愁烦恼睡不着，这个也是你的新脑指挥旧脑，让旧脑身体状况错误百出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科学的研究让我们知道环境如何，我们的身体会按照积极的肯定的心态，然后就会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说，将头脑里面思想说出来的言语，我们刚刚不是讲前面3样都是在脑中的思维吗？但是从言语出来，会更明确说出你的思想，比你单纯产生一个旧脑明确信号更强。也为什么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练过的在脑中思维，但是你用听的，你用讲的，你用读的，你用写的，会更加明确，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语言会带来影响，所以藉由言语直接命令旧脑来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个就变成非常强大的威力。所以言语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甚至带有足以改变周围的人、环境跟命运的庞大影响力。这个除了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个强大的信号，也从科学的印证里面。那这样我们怎么样让它执行出来，对我们有帮助呢？我们知道言语是命运的方向盘。什么叫命运的方向盘？因为言语好像是决定我们人生幸福或悲哀的方向盘，有时候甚至扮演决定命运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类随口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而且它的威力超乎想象。所以换句话说，言语好像决定人生的幸福或悲哀，如同车子我们的开车方向盘如何运转，到达目的地也会跟着不同。人的一生也会因着口里所出的言语不同，有时候言语甚至扮演决定命运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开车，你如果酒驾那不得了，随便乱开去撞到车祸那就不得了，那撞到人就更不得了。但是你如果用一个很愉悦的心情开车，会变成一个非常享受的。那方向盘怎么弄，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做决定。特别
我们最能够产生是语言会影响人呢，特别是在年幼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幼年在成长的时候，听人说什么话，跟什么人相处，会决定你的一生。这很多实例或是印证出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学校刚好开学了，我们做父母都很想说啊，我这个小朋友的老师哦，很重要哎，他是什么样的老师哦，会决定我孩子的成长呢？所以好父母或是好老师非常的重要，也是因为他发现了子女或学生的长处，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成长，然后就会有美好的一个改变。这个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行为科学的言语的，有一个效应叫做毕马龙效应了哈。可能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当老师的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学习过。这个毕马龙效应讲起来是很简单，它就是说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叫做罗森塔尔所发现的，也就是说他经过研究所得到的一个答案了哈。这个心理学家叫罗森塔尔，他怎么做呢？也不是很困难，他就在学期初交给一个导师一些名单，学生名单，然后特别交代这个老师说：“这位老师，我们特别挑选的这些学生，他们经过检定的结果，有无穷的潜力，只要好好的教育他们，他以后就会有很好的发展。你试试看哦。”就是请这位老师来配合他。这些老师也不知道这个教授是怎么样名单给他，他只是说：“他就接受这个讯息说，这些孩子非常有潜力哦，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真的，1年后，这些孩子的成绩有显著的进步，不只在成绩上，甚至在人际关系上、品格上，学习态度上面都产生惊人的改变。然后呢，当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研究的结果，会为这个结果非常满意的时候，这位教授才正式公告答案。他说：“名单的这些学生其实没有特别什么卓越的能力，我只是随机筛选的啦。很普通的学生，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但是他们的成绩跟态度上的优异表现，全是因为老师持续鼓励、肯定，觉得这个是可造之材，我就用很积极的方法帮助他所带来的结果。”弟兄姐妹，这个是有科学根据跟这个统计数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句话都带来改变他人一生的力量。所以基督徒要学会一种很正面、积极、肯定的，就是用努力、称赞、鼓励的言语来代替批评跟指责，引导人走向正确的方向。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情绪，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会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话，特别是对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常常会犯到这种错啦。但是请记得，我们的生命当中积极肯定、鼓励，就是会让人得到改变。因为我们知道生活的条件跟环境是中立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空间，我觉得很舒服、很凉爽。但你心里很浮躁，你会觉得今天怎么那么热，空气怎么那么闷，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嘛。所以生活条件环境，你的接受不同的态度，会产生机会或是危机。如果你用一种积极肯定的言语，你就会得到顺利跟成功。这个可以从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刚刚读了第2段经文，窥探迦南的12位探子他们的表现来看出来。这12位探子探查同样的地点，一同度过40昼夜，没想到回来所有的答案是相反的。那到底是谁对谁错？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言语所带来的威力是那么的大。这个故事我们读了经文，还有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可以看见这些故事，是因为摩西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到达加低斯巴尼亚，
然后就想说，哇，那个边有迦南人住在那边呐，所以就派12个支派，每一个人派出一个精英哦，是万中选一的人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他们就12个人进入迦南地，有40个昼夜来窥探那地。好了，那12位探子，他们共同生活，一起经历患难探险，他们40昼夜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一起窥探迦南地，回来了。当然，这些百姓非常非常期待他们讲述他们的观察。这个是地图在看出他们探子去到那边探险的一个路线哈。那12个探子在摩西前面要讲出他们的观察结果。我们先来看那12个探子中的10个，他怎么说？他说：“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人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人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他们从他们口中讲出来的话，等于打击了所有以色列人的信心。事实不错，但是为什么讲这个话，让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跟盼望？但是同样，两组不同的人，另外少数的2位，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还有耶孚尼的儿子叫做迦勒。这是我们教会小组很喜欢用的名称，迦勒小组、约书亚牧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正面跟积极的话。他们听到那10个人讲那种消极的话，他们甚至气到把衣服撕裂。他是对人民说：“我们所侦查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个也对啊。但是呢，他讲的话关键在这里：上主喜欢我们，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他喜欢我们，他就会领我们到那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土地赐给我们。好了，就差别在于上帝如果喜爱我们，没错，那个地方有强大的民族，有非常强盛的武力，但是神如果喜爱我们，他就会把这个最棒的流奶与蜜的地赐给我们。所以他还特别提醒说：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的征服他们，还想轻易耶？意思是说，神同在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上主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不只是击败这一群勇猛武力的族群，还包括打败他们的神明。就像我们在面对平安7月的时候，哇，那些鬼怪的故事一大堆在你身边呢，电视也有啦，各周遭。但是你说有神与我们同在，他会击败所有一切空中的掌权者。也因为这样，牧师在这一个主题的开始，我们要说，积极的言语它会带来创造力。言语带有破坏力跟创造力，积极的言语会开创出积极的局面，但是消极的言语同样带有能力，它是带来破坏力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言语，就像我们常讲的刀的2面，刀的2刃你会做你帮助的用途，但是也会做破坏的用途。这故事呢，有一个故事在印证这件事情呢他说，在欧洲的南欧的地方有一个乡下，他们那边是天主教的国家了。一个天主堂的主日，他们在望弥撒。望弥撒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圣餐呐。那望弥撒，他们天主教正常的聚会，望弥撒的次数是很高的，每一个礼拜都有。所以呢，通常都很固定，在他们的讲台边有一个小小的圣餐的一个放置的位置。神父在主持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小男生来帮忙他，叫司祭。
来帮忙他拿饼啦、拿葡萄酒啦、拿杯子啦，哈。然后就有一位少年人呢，可能很粗心，或是做事情不很经意啦，就不小心把圣餐用的葡萄杯、酒杯掉到地上去。看来是一个有一点不好的结果，但是没想到这个神父脾气很大，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呀，这个不认真，那疏忽了，就甩他一巴掌。我不知道神父会甩巴掌。哇，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人就不知所措，觉得非常的羞辱这位神父还骂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站在祭坛上了，不要你了。”那看来就是一个生活上发生的小事被骂了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听到这个话的少年人认为教堂跟神父还有上帝根本就没有慈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他就从此不来教堂了，离开神了。这个故事讲到是说，这个少年人小时候的这个经历，后来他成为就是在共产统治时候的一个南斯拉夫非常残忍无道的独裁者，叫做约瑟夫·迪托。南斯拉夫的独裁者，他们共产主义还没有崩解的时候，当时这一位，你看他的脸非常非常的严肃不得了，看到他会怕。这个大概是从他传记里面可以看得到吧？小时候被神父甩一巴掌，变成一个独裁者，残忍无道。南斯拉夫在那个时候被统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艰苦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人听到说语言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我们特别是在心灵医学方面有一句话叫做内在誓言，有没有听过？内在誓言。但是这个内在誓言如果是负面的，你会为了完成一件事情，你会不计手段去把它完成。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连续剧或一些故事，不是有人一个内在誓言吗？他说：“我小时候穷得不得了，我一生就是要赚钱。”这个就是内在誓言，因为他经由不同的外面的刺激，让他产生一种内在誓言。但是那个誓言如果是造福人群的，他就是一个成功的祝福别人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可能甚至成为一个刽子手，或是一个独裁者。但是同样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教堂，有一个少年人跟这个迪托一样，也不小心把葡萄杯掉地上了，但是神父却给他安慰，还给他鼓励，因为这个小孩子承认自己不小心错误了，所以神父就给他说：“你勇敢承认非常得到他受到赞美。”这位年轻人对教会就产生很大很大的感恩的心，后来就成为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大主教，叫做若望西恩主教，在美国产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主教。那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件事情，但是碰到不一样的，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人生真的是语言所带来影响多大？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啦，一个新闻。我们前几个月不是刚好这个应该是属于叫做甄试嘛，有一个台中的男生高中生好厉害，他连续考上4间医学院，哇，变成一个风云人物了。那他可能因为太高兴还是怎么样，还很热情把他说我怎么申请我的资历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注重学生在一般生活的表现嘛，你什么资历，他就告诉人家说我怎么申请的，所以就把他的资料都po到网络上。没想到有人就是你知道网民酸民一大堆，然后就开始指责说你根本不是像你讲的，哇，一骂出来不得了了。原先他只是讲说我其中一张奖状是我成为一个最佳辩士，这个只是一个荣誉嘛，
但是他讲说，你不是这样了，是其中一项表现好而已，不是全部的最佳辨识。就是因为小小的写的错误，他只是要分享给别人说，我们的学弟学妹以后你要申请，这个方式很有效哦。没想到，因为舆论的压力，世间医学院就把它全部除去名字了。好了，那怎么办？听说这个学生哇，遇到这个网络那么大的攻击啊，瘦了7公斤，但是他用35天把医学院考回来，要来我们成大医学院读了。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会不会成为风云人物了，还是说会低调，不让人家认出他了哈。他在前几天在那个网络的这个访问节目，他这样讲。他说他妈妈讲了一句话，让他决心改变。他妈妈说：“那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再做过一次，你会很难吗？”妈妈用积极肯定的话，让他剩下35天，赶快从头复习3年来所读的。然后在前几天放榜，他说考上了成大医学院，比他原先推甄考上的世间医学院如果从排行榜应该更好。那他是因为妈妈给他一个肯定的话语，他调整心态，就得到新的一个结果。他真的是很让人家感到不简单，一句话，妈妈的一句肯定的话，让他能够安心下来学习。所以箴言6章2节他这样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常常讲了一句话，但是那话会绑住你，你的承诺会变成你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提醒做父母亲的，不要先做承诺。这个暑假我带你到哪里玩到最后说抱歉爸爸忙抱歉下一次。有时候你觉得不经心的讲了这句话，孩子多伤心呢。所以宁可先不要承诺。那换句话说，箴言老早就给我们提醒了，这个台语的现代语文就讲得更清楚。他说，你自己讲的话会被你的话把你套住，被话把你缠住。那所以我们说讲话要非常的小心，但是讲积极正面的话，会变成让一个人得到鼓励。所以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言语就是一个我们意识上表达出来的，但是要形成一个习惯。我们不是有人说要改变一个习惯要21天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把正面、积极、创造性的话成为你生活中的习惯？我们互相教会有时候会提醒大家说，我们互相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口甜、脸甜跟心甜的人。这个不是口号，是你要慢慢操练你自己。所以鼓励大家，每一次你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要至少讲3个人鼓励的话、赞美的话、肯定的话、鼓励的话，这个是会感染的你这样讲，别人会跟着赞美，会跟着鼓励，会跟着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人类是唯一按照主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就像上帝他借着言语来创造世界，这个话语是带有惊人的创造大能，这个话语会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遗传的因子。所以我们更小心，因为我们天天跟家人在一起，你不经心讲了一句责骂的话、责备的话，或是看清的话，孩子的心灵可能被影响到，你都不知道。期待我们的言语带有极大的威力。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要与身份相称，能够用正确积极的言语在生活中活出伴随神迹来发生。这是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后续会在不同的层面再一次思考言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影响。期待我们互相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口里讲出积极鼓励、正面改变生命的话语。我们要先做祷告，然后唱一首诗歌。我们下面有2个差派礼，
第一个差派礼就是我们中保代祷，有81位报名，第二堂我们要来做差派。那差派完之后，有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还有我们的福音茶会的同工，也到前面来一起来做差派。我们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唱这首《献上自己为祭》，我们唱一次。一起来。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请中保代祷参与服事的同工到到前面来一起续集。能够是一致，迈开战山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花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到这边到这边就可以。我们看这个，刚好这个歌词留着好不好？我们请他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来堵住其中的破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圣殿不是倒塌了吗？敬拜神的地方倒塌了，但是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中保代祷小组就是要做一个重建帐幕的工作，而且我们要借由祷告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然后释放被掳的灵魂，神的国度降临。我们这81位同工，一共有90个小时，90个人次，要在一个礼拜当中有94个小时。分别为圣，在神所安排的我们的祷告室一起做守望的祷告，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虽然一个礼拜1个小时不是大困难，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大大恩典的使命。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是看投影片或是你拿你的一个祷告的纸我们中保代祷祝福差派你。当我说我的时候，你们就念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一起来做宣告的祷告。预备，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2，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3，教会事工的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一期有81个人，牧师在做一个期望我们还缺19个，就是达到100个我们明年希望明年的54期50几年就是50的2倍，100个人一起同心服事祷告。如果你有这个兴趣，你可以跟我们的慈宝老师、我们的代祷团队的队长来联系问他怎么样来参与我们要为这一群守望者祷告，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看到这群代祷勇士站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我们一个礼拜有那么多小时，但是我们愿意把1个小时的时间分别为圣，在教会的祷告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教会，也为个人，为了自己，也为代祷卡来做祷告。神我们的力量似乎很微弱，但是神你看重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意，因为我们是守望者。守望者的意思是将这样的困难、需求、祝福
与代祷带到主面前，成就的是主。当我们诚心合意在你面前，神你就要动工，一件一件的神迹奇事，一件一件我们看作不可能的事，要在神的旨意当中大大的显出大能。神啊，我们做的是小事，但是我们的使命是大事。神啊，我们将每一位同工交到你手上，特别是在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打扰阻扰，但神求让我们能够排除这些困难，准时到主面前。藉由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得到成长，也带来祝福。特别是看见我们代祷的事项被神所悦纳、成就了，我们心中的喜悦是超过一切物质的享受。感谢赞美主，再次将每一位代祷者交托你手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向后转好吗？我们请同工来帮忙拍一张靠近一点，紧一点哈。好，谢谢他们，然后拍一张，好，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比赞好不好？来比赞了。好，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好，请回座。愿这4个月的服事都非常的顺利，感谢主。我们同时还有在9月开始，就是我们进入到福音季了。那我们的福音茶会，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在今天做差派。我们现在教会的福音事工做了一些比较些微的微调改变，因为借由我们现在工作生活的时间，或是我们base的时间，有的继续维持幸福小组，就是3、4周、4、5周的时间，有的是用不同时段举办的福音茶会。我们这一次在第2堂礼拜要出来参与的有这几个，我们等一下再唱那一段这个诗歌的副歌，然后请这一些小组的同工出来哈。第一个是我们启动幸福的新楼医院的小组，第二个是哈拿小组的慈宝老师的小组给新楼人的幸福邀约，第3个是自强小组灵恩密语同证主爱，再来是路德小组与幸福有约，再来是瑞灵的底波拉小组，再来是启智组长的鹰展小组，还有信会的信会小组，还有我们的西道感恩茶会。我们在唱这段诗歌的大家都一起聚集哈，我们在唱刚刚那一首。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重修毁坏，从修毁从前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个差派没有这张纸条，所以请你们看荧幕哈。如果太近，稍微退后一步哈。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预备来，弟兄们，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感谢主，我们今天幸福小组或是福音茶会来到主面前，我们是抱着一种欠债的心呢。你知道欠债在我们身上，我觉得很难受，对不对？赶快还。要还债的心，你就觉得做得很乐意，因为解决了就很轻松，对不对？那这是保罗的心，也希望成为我们所有的小组传福音的一个决志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请看这个差派里。因为我们有的是幸福小组，有的是福音茶会，但是我们都一起练了哈。
然后让成为我们一个祷告啊。当我说我的时候，你们一起念自己的名字啊，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命令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幸福小组、福音茶会的福音事工。2，我要遵从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的教导，尽心努力传福音，抢救灵。第3，教会的规范与幸福小组、福音茶会、组长、小组长、组员的同工，同心合一传福音，求圣灵动工，感动每一位慕道友来接受福音。愿上帝亲自保守我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福音的勇士。我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的教会推动福音事工，特别是透由幸福小组或福音茶会，已经到第8期了。在这7、8年当中，我们感谢你，借我每一个同工，从神得到一个大使命的呼召，引导许多人认识主，领受福音。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悦，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因为主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求你赐下属灵的能力，无论是宣讲，无论是关怀，无论是邀请，或是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整个氛围，求神亲自同在，让每位同工知道有主可以依靠，我们所做的事，神要亲自来成就。愿神亲自与每位小组、每位同工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差派的精兵勇士，让我们今年有美好的属灵的丰收。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拍手，谢谢他们。我们向后转好不好？向后转。我简单介绍这些群组啊，如果介绍你，你摇个手哈。好，第一个是我们的启动幸福新楼医院的小组，来摇摇手，来摇摇手，在这边哇，很难得哈。啊，由我们这个俊君副院长哈，我们的执事来带领哈，还有我们的院长啊，今天刚好有事情外出哈，他们每一年都举办哦，他们是最忠心的哈，一年都举办4个礼拜哈。再来就是我们的哈拿小组，来摇摇手，哈拿小组，哎，好，在这里。他们的主题叫做“给新楼人的幸福邀约”，是另外一个新楼啦，就新楼幼稚园，也是新楼，也都是我们同系统的。他们要跟这一群新楼人来传福音哈愿主赐福。再来是我们的自强小组，来，他们的主题叫做临恩密语，同证主爱哈。再来就是我们的路德小组，云平组长，哎，拍手，欢迎。他们是有幸福有约啊，是路德小组。再来是我们的底波拉福音茶会瑞玲小组，有没有在这边？好，欢迎。再来是我们的鹰展小组启智组长，哎，鼓手鼓励。再来是我们约书亚牧区的信会小组福音茶会，信会小组还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道小组的感恩茶会，他们第一堂也有，好，第一堂已经有幸福小组，他们另外又办了一个福音茶会。好，我们请同工拍一张照可以吗？还有哪一组？还有紫兰小组福音茶会，拍手了。其实在这边差派是一个，还有没有小组？有没有漏掉了？还有没有？我们的区长来，2个区长，保罗区长，还有我们的约书亚区长，鼓励一下。这些都是他们的图卡哈，比曼茶会啦、幸福小组的时间，我们为他们做代祷。其实说这样宣告，不只是说事情交给你们我在后面看，是因为也要激励大家啦哈，一起参与。因为我们今年不是有介绍了那个白纸布道法吗？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在你旁边有机会，你就要学会用专业的方式传福音，让神的国增加更多哈。我们为他们做祝福，有拍好了吗？好，谢谢，我们拍手，谢谢，请回座，谢谢你们。他们在进行当中，我们周报会报出他们的聚会时间，
也请大家持续为他们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长老，我们来做奉献跟报告，谢谢。一起来奉献。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我们用华语一起来念2次。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好，来报告。下礼拜的司礼是谢承佑长老，其他的服事请同工自己来注意。本会的消息，我们下周下主日9月14号要举行王武聪牧师培灵会暨小组事工研讨会，欢迎兄姐互相邀请，2堂礼拜都参加。第6点，本会定9月21日召开长职暨首长联席会议，请长职同工及服事团队首长预备心参加。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好，各位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补充。我们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做林小芬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小芬姐妹是子玲姐妹介绍来的哈，欢迎你来参加，感谢主，愿神祝福你常常来哈，谢谢，请坐，请坐。好，那牧师做一个补充了哈，做一个补充报告。先周报里面的一些提醒哈。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中保代祷有81个弟兄姐妹报名哈。我们现在因为对面1楼的这个整修还没完成了哈，所以我们在整理当中。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一直用这个礼拜堂的1楼有一个小的祷告室。那一个代替的就是在2楼一个我们的会议室哈临时充当我们的祷告室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都很顺利哈。那我们祷告室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有3间祷告室了。就是说，我们过去那边有一个小祷告室、大祷告室，它其实我们楼下1楼还是有。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也想参加哈，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让你使用哈。特别是如果白天我们礼拜堂都有上班嘛，开着，所以你要进来那个小祷告室都很好。我们平常以前还没有使用的时候，都谢牧师在一人独用。现在可以大家更多人来使用哈。我们继续有人用的话，那里面的氛围会更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差派幸福小组牧师有说，因为我们长老教会或者我们教会的模式有的可能用那个福音茶会，它比较有弹性对 base 的他们也不会压力那么大。所以现在我们等于2种同时运用，一个是幸福小组，可能4周、5周、6周，甚至我们的密增小组用了8周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圣诞节前举行2次到3次的福音茶会。那因为有的小组他们可能这个组织比较慢一点，其实不是名单这些而已啦如果你有的陆续又要办了，或时间有更改，请你把资料送给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因为我们的圣恩同工他要整理那个名单，才不会产生场地冲突啦所以你陆续放进来都可以那我们就再放在周报上面，也大家一起持续代祷，是这样子那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下个礼拜天，我们要邀请在台中忠孝路教会退休的王武聪牧师来主持2堂的培灵会，因为他讲的主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鼓励啦你本来参加第2堂对不对？下个礼拜能够提早来听第1堂，然后再听第2堂，因为他第1堂是回到起初的呼召，第2堂聚会叫做回到起初的教会，这是很重要我们要迎接50喜的很重要的教导愿意大家都参加。而且当天14号的下午，我们要举办一个迎接50喜年的一个小组事工研讨会要邀请这位王牧师，还有另外一位陈建岳牧师，就在高雄的陈建岳牧师，他要来做主持。这一次我们有开放教会的小组员参加，如果你还没报名，赶快给你们小组长报名，因为我们要准备茶点或是准备我们的资料所以请记得来报名记得来报名就是跟小组长报名，我们才能够控制名单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很棒的培灵会，就是在过一个礼拜，9月20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在这个地方要举行这位吴宪章博士的一个圣经培灵会。他这一次所要讲的是主题叫做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了，就是约拿书跟马拉基书的研经培灵会几个礼拜前牧师有去这个德光教会听他讲，他很风趣啦，而且会现场互动所以欢迎大家邀请朋友，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好，那还有1、2个报告牧师在做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神学生，新年度的神学生是我们自己的青年啦我们的吴晶景在这边吗？晶景再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好，欢迎你。好，晶景2年前我们送他去读神学院，现在准备要毕业了再过1年就毕业他读完神学院他就不能留在富强了，你知道吗？他可能要到山地，或是到海边，或是到北部去当传道人了。所以他很珍惜最后1年留在我们富强教会服侍的时间，大家给他鼓励跟代祷我们拍手欢迎他。好，请坐。另外有几件小事情要报告。第一个是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大家先不要离开，我们要为9月份的寿星来做庆生另外我们教会每1年会鼓励大家买一本这个2026年的周历手册，因为你们如果习惯手写的话，你可以做讲道的记录啦，还有施工的安排啦，一本小册子我们在楼下公布栏有贴两个选项2个颜色你可以签名说我要 A 或是 B 写上你的名字跟买几本这样子另外还有1、2个报告在做补充
我们保罗牧区有开设日间的哈拿小组，我们鼓励特别还没有参加小组或是晚上不方便来参加聚会的，请你礼拜二要在我们的这个现在是在白屋啦，就是我们新堂长老那间白色的一个新整修的房子那边聚会等到我们地下室都整修完了再回到我们教会来欢迎如果大家有时间，礼拜二早上9点半来跟慈宝老师来报名另外还有一个提醒报告，就是说我们之前1-2年前就开始为泰北，我们教会有一个泰北福音事工，为他们那边的福音机构做奉献，很多人就固定做奉献。不过最近我们增加一个事工，就是我们的基甸牧区要在10月出发，在中秋节节期出发到泰北做短宣那这个也算是福音事工的一种，对不对？我们圣经里面有讲说，你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传福音。好像我们教会有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有着到地极传福音的，这是我们福音事工的一项。那这次要由我们的基甸牧区李伟区长，还有我们的曾牧师夫妇带领10多个人的小组，要去1个多礼拜。那有的弟兄姐妹很有感动，说：“哎呀，我为他们的事工奉献因为怕说你写的不清楚，你说泰北到底是为旧的这个原有的事工奉献，或是为这次泰北宣教队来奉献。所以你如果要为泰北奉献，有2个区隔：一个你要写泰北，或是为基甸短宣，或是泰北短宣，那就可以区隔出来。我们的会计就很容易分辨两个奉献都很好，但是鼓励大家注明一下注明一下。最后牧师还有一个小小的推广了我们看牧师的报告，我们的那个投影片的报告，有一个下个礼拜王武聪牧师要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培灵会。那他最近的把他所做本土传福音的一个心得整理成6本小册，就是我们这个投影片上面的6本，把它包成一包，很漂亮。那这6本呢，一共有这六册，是很实际的。我们在生活周遭，你同事朋友当中要做传福音很重要的参考第一本叫做《认主归宗敬拜真神》，很多朋友他在拜祖先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用这一本小册子去研读，或是送给他读，或是讲解给他听。第二个是普度众生，唯靠耶稣。到底我们在7月这个中元节普度什么意思？那普度什么？他说只有耶稣能普度，他是很好的解说第三个是撒旦谎言宗教起源，什么事呢？就是撒旦的谎言让台湾世界很多的宗教产生，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他给你攻破的，对吧？讲破。第4本行善积德能否得救？很多人你给他传福音说我就要做好事啦，行善就可以得救，他是要给你讲这个迷失第5个就是收经祷告是教会的权柄。我们知道这个民间很多在收经，对不对？都要到庙里收经，就真正的收经是我们的主耶稣啦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装备，你就勇敢地跟他讲你有惊到不免去庙里，来我来替你收经，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921时候发生的。921不是很多人惊到要死因为房子倒了，有亲人死去了，教会就那边设收经站，来，我帮你收经得好不用去庙里。哇，真的是改变很多人。好，第6个叫做否定中的肯定，就是苦难。我们遇到苦难要怎么去做解释？那因为这个它是新整理出版的因为下个礼拜要来，牧师说我这个礼拜先跟你推广。我们周报里面有一些讲解有印他讲解的文章，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一套才150应该有优惠如果你觉得要送给你的亲人或者你自己研读都很棒你可以去找干事来购买，因为我请他寄150份的希望大家够大家来使用礼拜结束可以到办公室去给他就要这个手册我们就这样子做报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诗歌结束，请牧师代祷，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才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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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我们等下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9月份有100多位寿星，我们要请在座的寿星都起立好不好？我们要唱这个生日快乐歌来为你祝福。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我们要请我们的承喜兄来吹蜡烛。听说这个蜡烛太短了，不能吹了。但是我们请你点火给他吹。好，象征一下。我们说1、2、3，他就熄掉了。来，好，1、2、3，吹蜡烛。哎呀。我建议下一次买一支大蜡烛啦，大蜡烛放着，反正一直用嘛哈。好，我们为寿星来做祝福祷告。来，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9月份是迎接秋天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为这一群寿星献上感恩祷告。神啊，求你让他们在主的同在当中，每一天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健康，特别是让他们在工作、在学业、在生活、在家庭、在健康都得神的保守。也让他们因为与神同行，就经历到神同在所得到的一个属灵的信心，活出主的样式，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将这一群寿星交到你手上，也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同得恩典跟祝福。我们要回家的路程，也求你带领我们一路都平安。愿我们的聚会都蒙神的恩典，让我们出去在每一个角落为主来发光。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拍手，也给祝别必祝福，愿神赐福给你，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平安。